星偶像，佢哋唔止識得唱，仲心地善良。為咗慈善，個個都互不相讓。到底今晚邊位猛將可以成為最強，將其他7位對手逐個勾出場，陸續一筆勾銷。歡迎收睇《一筆勾銷》。今晚8位參賽者都係城中嘅人氣偶像，咁佢哋承諾啦，無論邊位勝出咧，都會將響保險庫嘅累積獎金一半捐去佢哋指定嘅慈善機構。即刻一齊睇下今晚邊8位人氣偶像咧。Hello， 我係郭偉亮 Eric Kwok， 祝大家一帆風順，一團和氣，一日千里，1984。咁如果我贏咗嘅錢，我會捐俾無國界醫生。Hello， 大家好，我係鍾欣同 Jillian， 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有和平日。咁我會將基金捐俾無國界醫生。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冠希 Edison。而家經濟咁差，我覺得最重要係要極愛自己。如果我今晚贏啲獎金，我會捐俾愛護動物協會。Hello， 大家好，我係 Joey 容祖兒。咁我希望大家美麗在望，人人有希望。我如果贏咗嘅話，我會捐俾護苗基金。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奕迅 Eason Chan。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唔好似我嘅碟裏邊一首新歌叫做《他個人》咁樣咁孤零零啊。咁如果我贏咗一半獎金，我會捐俾兒童心臟基金嘅。Hello， 大家好，我係何超儀 Josie。咁希望新嘅一年裏面咧，大家唔好似我咁成日都何超放鬆啲，開心啲。咁如果我有幸贏到嘅話咧，我啲錢會捐俾奧比斯眼科醫療嘅。Hello， 我係蔡卓妍 Charlene。咁希望各位女校男生或者女生咧，喺新嘅一年都可以勤勤力力學業進步。咁我會將啲錢咧捐俾護苗基金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志龍 Gerald。而家除咗希望世界和平之外，我希望所有嘅恐怖分子嘅人可以 shut up。如果我有幸贏到，我會捐俾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歡迎8位參賽者嘅，咁即刻要開始呢，就係第一個回合嘅。第一個回合嘅比賽時間呢係2分30秒。第一個回合第一條問題，我會問8位參賽者當中以英文姓氏排行最先嗰位開始，即係由你 Edison 開始嘅。8位參賽者，我哋即刻玩一筆勾銷。第一條問題由3000蚊開始，即刻計時。Edison， 音樂題休止符響簡譜中係以邊個數字表示？0。Joey， 古語赴湯蹈火下一句係乜嘢？在所不辭。正確。Eason， 港產片《流氓醫生》入邊徐浩瑩嘅角色患有咩病？癌症。正確。Josie， 常識題奧運會季軍會獲頒邊種嘅獎牌？銅。正確。Jolina， 娛樂題安在旭係亞洲邊個國家嘅男歌手？韓國。正確。Carol， 飲食題沙律醬汁蛋黃醬 Mayonnaise 係嚟自邊個歐洲國家？法國。正確。Eric， 國語流行曲《我的心只可容納你》係由邊位男歌星填詞？劉德華。正確。Julian， 天文題火星嘅大氣中邊種氣體佔嘅比重最高？二氧化碳。Edison， 王菲歌曲《迷魂記》嘅作曲人係邊位男歌手？正確。Joey， 時事題美國太空穿梭機努力號發射升空之後幾多日同國際太空站會合？Yes， 係2日嘅。Eason， 常識題捷克斯洛伐克喺1993年分裂成斯洛伐克同埋邊個國家呢？弗洛士克。錯，係捷克嘅。Josie， 娛樂題法國電影《華莎比》女主角係邊位日本著名女藝人？江美良子。正確。Charlie， 常識題1633至到1637年荷蘭出現邊種花嘅投機熱潮？鬱金香。Gerald， 體育題現時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由邊個國家保持啊？中國。正確。Eric， 音樂題美國邊種源自黑人嘅音樂類型主要係表達悲傷嘅情感？ Blues。正確。Julian， 常識題數碼錄影機嘅簡稱係邊2個英文字母？
TV。Edison 娛樂題獲得紐約影評人協會2001年最佳外語片係香港邊部電影？冇錯，係《花樣年華》嘅。Joey 娛樂題男歌手郭富城嘅經理人係邊位？小美。正確。Edison 古語玉不琢，下一句係咩嘢？古語玉，pass。不成器。Joey 時事題美國邊一首旗艦響今年12月5號嚟香港訪問？Pass。藍領號。Charlene 娛樂題邊一位香港女藝人有湯記呢個昵稱？湯寶如。正確。Gerald 數學題3嘅平方加4嘅平方等於乜嘢數嘅平？好啦，時間到啦，唔可以完成呢一條問題嚇。啱啱咧就係玩完第一個回合，累積到嘅獎金咧都唔錯，有36,000蚊嘅。好啦，8位參賽者攞起筆啦，要勾一個出去啦。第一回合，智星嘅 Gerald 果然有腦，唔止答得好啊，仲要 bang 得到。但係至於嗰位珠聯咧就唔知點算好。其實個 bang 到嘅金額都好高噶，唔知班 friend 會唔會就咁算數咧？第一個被勾嘅會係邊個咧？即刻睇睇。Joey。Ethan。Joey。Ethan。鍾欣彤。Ethan。Ethan。Joey。Charlene， 點解要拗 Ethan？ 因為我不嬲啲四字詞語啊嗰啲都已經唔係咁好噶啦。係。但係咧，佢頭先嗰條問題咧，我又識答喎，但係佢又唔識答喎，咁所以咪勾佢咯。邊條啊？玉不琢不成器。Joey 點解要拗 Ethan？我覺得佢就係暗湧嚟嘅，佢係扮豬食老虎嗰隻嚟嘅咯。咁開頭佢會係扮到自己好似九唔搭八，咁最後佢會發揮佢嘅絕招就係精靈，咁所以我覺得勾住突圍而出係咪一陣間？好啦，主持人點解？因為佢叻我唔叻，所以勾親到佢。你哋個個都咁樣嘅，第一個回合係勾啲叻嗰啲嘅，好特別喎。Ethan 講下啦，點解玉不琢不成器？不成器啊！係啦，我都識嘅都。心急？唔知啊，諗緊第啲嘢。諗緊乜嘢啊？唔知啱嗰一題，諗緊 bang 唔 bang 好啊？有冇啲咩例子係玉不琢不成器嘅咧？你見過？你啊？係啊。點樣啊？入晒肉啊！即係而家咧啄你咧。不成器，我就答唔到呢條問題，所以我好好翻去研究下。OK，有條問題嚟咯喎，接招咯喎嚇！阿陳奕迅，你買唱片咧，以咩準則嚟到買嘅呢？個人喜好咯。點樣為之個人喜好？乜嘢為之好唱片咧？一個好嘅監製啦，一個好嘅一個或者一啲好嘅作曲家啦，作詞家啦，編曲家啦，同埋歌手啦，同埋玩樂器嘅，即係包括鼓啊、吉他啊、bass 啊，同埋 keyboard 啊或者電腦 program 嘢嘅人啦，再加上好嘅公司又宣傳到呢張唱片，先至係一支。即係可能先得到人哋知道係張咩嘅唱片啦，咁仲有當然最好係得到樂迷嘅認同，有一張好嘅唱片。哇！一條龍㗎喎，你呢個買唱片唔係講少㗎喎嚇。有冇咩再交代下？冇啊，有少少可惜啦。Ethan 而家有4票要你勾嘅，你係眾望所歸，冇得留低了，一筆勾銷啦 ，goodbye。真係冇咩好講啊，因為即係佢哋係咯團結咯，即係女仔佢哋，即係或者佢哋心有靈犀啦，覺得即係我係即係我知道最差嗰個唔係我嚟㗎，唔係㗎，你哋自己睇到㗎，啱睇到㗎，係咪？睇到呢個電視機㗎嘛，係我啊嘛，鍾欣彤啊嘛。馬上呢個開始第二個回合，講翻第一個回合累積到嘅獎金咧有36,000蚊。到第二個回合咧，比賽時間咧剩低係2分20秒嘅。喺上個回合咧，自醒嗰個係你嘅 Gerald， 你會回答第一條問題嘅。7位參賽者，我哋即刻玩入筆勾銷。第一條問題由3000蚊開始，即刻計時。Gerald 古語鞠躬盡瘁，下一句係乜嘢 Pass。死而後已。Eric 常識題，國際唱片業協會嘅簡稱係邊4個英文字母？IFPI。正確。Julian 歌曲《雨絲情仇》係由邊位男歌手原唱？ Pass。譚詠麟。Edison 旅遊名勝玉龍雪山位於中國邊個省？
廣東。錯，係雲南嘅。Joey 啊，娛樂題樂壇新人周永恒啊，同周啟生有咩親戚關係？